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那在分享之前，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潘博玉，我是出生以来就是牧师的小孩 ，A.K.A. P.K. Pastor Kid。大家都说牧师的小孩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我两个都不是，我是大胖子。感谢主，上帝在我的身上不止累积体重跟脂肪，他累积超级多的恩典在我身上，所以我都顺服，充满喜乐。当夏牧师说准时就是提早到，我第一堂礼拜都8点半之前到。当夏牧师说做礼拜要坐前面几排，礼拜的时候我就坐第3排。夏牧师说每个人都要有服事，我突然发现我在富强教会还没有服事。感谢圣灵的引导，后来我参加了中保代祷团。因为上帝爱我，我知道我有力气，并且对于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交托有负担。不过上帝的教导就是这么奇妙，对我们要说的总是超过人的所求所想。在参加中保代祷团之前，我的个性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。我乐意为身边的人祷告，但是我很少为了自己祈求，更不要说请别人为我代祷。在一次又一次的代祷服事当中，我看到弟兄姐妹写在代祷卡上面的软弱跟需要，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上帝，才是让上帝做主。刚刚讲的这一串是上帝要我看到的。我们总这样称呼他，主耶稣，主耶稣。可是耶稣不是信主哦，那不是他的 last name。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主耶稣。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不再自己做主，而是让上帝做主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自己该怎么开始呢？在新楼医院服侍的我，当时正在准备高雄医学大学硕士在职专班的考试。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我就不是成绩名列前茅、考试健将的那种学生。但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补足我在新楼医院的服事，所以我第一次写代祷卡。我将硕士在职专班报名及考试时间写在代祷卡上面，写完之后投进代祷箱之中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放下自己，完全交托给上帝。感谢上帝，代祷团同工为我祷告，圣灵亲自做工。上帝安排了许多的天使帮助我。新楼医院刘启举院长替我写推荐信，黄副院长同时也是富强教会黄君君执事不断的支持。喜乐小组小组长荣泰长老跟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为我代祷，并陪伴我走过那一段准备考试的时光。感谢主，没给这些天使落亏，我考上了。考上了，但是我知道有比考上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我学会了让上帝做主。听完分享，有人会问，那怎么样最简单的踏出让上帝做主的第一步？好的，工商时间到哈。在教会的各个角落，你能看到代祷卡跟代祷箱，
将你的需要、你的挂虑、你的盼望、你的缺乏、你的全人全心都写在代祷卡上面，再把它投入代祷箱，上帝就会为你做主，而且有代祷的精兵勇士会为你祷告。再来进阶，就是我们要进步，进阶。如果你已经在领受过上帝的爱，且蛮有力气、有喜乐的心，愿意为主服侍。当你在路上遇到慈宝老师，也就是我们代祷团的团长，问你愿不愿意加入中保代祷团，请大声的回应 Yes, I do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主动去找慈宝老师，他一定会更开心。大家好，我叫潘博玉，我是牧师的小孩。小时候，我的爸爸告诉我，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荣耀主的名。感谢教会给我这一次机会，在今天父亲节主日，蛮有喜乐来为主做见证。我深信我在地上的父亲跟在天上的天父都会很开心。88节快乐！感谢大家。谢谢博玉弟兄哈。他刚刚讲说他是 PK 哈，我们就比较印象有深刻。